后来发生伫这个月16号，台中一个爸爸照顾2个囡仔，咧饲一岁查囝食饭的时阵，互3岁后生家己伫个浴槽洗身躯，结果渡水死亡。即摆传出讲，有一个伫个现场，甲这个小男童做 CPR 做心肺复活术的男子，毋是消防员，嘛毋是义消，而且佫疑似治毋到所在。这个爸爸是真艰苦，提出着质疑，讲当时这个现场还佫有2个救护员甲1个义消，为什么拢无人指证呢？台中市消防局来说明，讲迄个男子确实毋是义消，但是有 CPR 的执照。当天是热心对着消防队做伙就楼，伫救护人员的安排下来做 CPR。当时这个救护员是咧准备其他的专业的措施。有注意到这个男子的动作，并无任何的失觉察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。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